我哋今日講相機。我哋幾時會用相機？就係想影相或者拍片嘅時候，所以只要見到相機符號，就知道一定同相或者片有關。最常見嘅例子就係 WhatsApp 或者 WeChat， 撳落去個相機就可以即刻影張相或者拍段片，再 send 出去俾朋友。但相機唔淨止係影相咁簡單，我想介紹多一個好實用嘅功能，就係 Google App。你會見到一個白色底，中間有彩色 G 字嘅符號。喺 Google App 入面，你同樣會見到相機掣，佢嘅用途就係幫你揾資料。例如，我見到台面有個公仔，但唔知佢叫咩名，呢個時候撳個相機掣，影一影佢，Google 就會即刻幫你搜尋，跳出一堆關於佢嘅資料，可能係佢個名、介紹，甚至乎買得到佢嘅地方。所以記住，相機符號就等於影相或者拍片，配合 Google App， 相機仲可以幫你認識世界。好，今日學到呢度先，係咁。你唔係唔識，只係未識啫，慢慢試，慢慢學。